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害。金夫水，福利活跃之，好事过爽，吉利行之。好事财产，是起水之成在，其实即个也。人之好事而不善，其实亦就是也。遮即个意思就是讲，水伊有迄个信用，无分伊东西，敢讲就无分上下，水一定有伊水往下流的一个特性，所以水有往下流的特性，咱人一定有一个向善的心，咱人有一个本善的心，共款的。水为本，任何水福利福至，好事过爽。今仔咱只若讲将水来甲排解来讲，迄个水喷甲树头仔顶遐尼悬，福利好事过爽，吉利行之，好事财产。今仔咱只若讲用出咱外口的环境压力，将水拄山顶流来，半山腰当中甲做一个堤，堤坝的堤吼，将迄水接伫半条的当中。变做一个水库，水会当调伫半山腰当中，这是外力甲伊塑造的标志。水的本性，一定是向下流的。咱人的不善也共款是这个意思。所以伫这个咱来继续来看，各自互伊如重视人性，本无分离善不善，之所以表现善与不善，乃因后天外在力量所致。有如上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并是伊本身一开决定是善与不善。第这答如果这个各自的意思就是讲因为环境的关系。人伊咧讲法无对，亲像讲面有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咱时常咧体会着讲面有主三千，前拄着王仔无边，前拄着地道边，前拄着学校边，所以才当成就着即个雅性面有主。即讲嘛咧嘛无对，所以伊各种嘛成就即个天灵。但是咱来了解。当讲我只若腹肚足枵的时，我足想要食；我做甲足辛苦的时，我想要休困。今仔我腹肚枵，我也敢先食。咱过去在农业社会时代阮爸爸因，阮阿伯若无做伙节日囡仔敢我来食。迄过去时代，但是即马无共款。即马敢若较无重视即个伦理公序教育，人未只好开始年开始就变去食，为着着为家庭教育较好啦吼。但是今仔日咱只若腹肚若枵，我毋敢食，伊只是讲我做甲真忝，我毋敢休困，我爱代替我的后天来做这个工作，这样是毋是为了咱的前程，咱后天的感觉？特别是现代的社会人讲，现代少年人讲，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迄种家己自我的看法精神，无受过即个礼仪甲咱送法教育。今仔日若要回传伊一个较正式来讲，正常的教育来讲，就爱受到礼仪教育。如果咱的长辈无食来讲，咱袂使食，咱咧咱的精神咯，所以咱各自以来甲咱讲，这就是咱本身咱决定的善不善，讲起嘛是道理啦吼，一定爱经过礼仪的教育，这个教育，但是咱来看，这个名主义啊，要来甲解说。其他的设定2点钟还是6点钟？欲处人性之表现善不善，是人性本身注定，而毋是天境。毋是无大吗？各注意为流水的即个向东行驶吼，伊的主张是安尼，并毋是讲
流水本身就会要求，因为东方西方甲外口，迄是讲咱外口的环境，这是甲咱头下所讲的。啊，续落去咱来看民主安怎来甲做一个来甲反驳，民主会相应用各主人做一个反省性的这个信息，各主以流水部分的东西有名人性部分的善恶，以民主则以水有不就下，有名人性有不善。伫即个咱照着太上老君道德经伊安尼甲咱讲，五色令人忘忘，五音令人逆龙，五味令人靠爽，低频电力令人心发狂，单德智慧令人幸福，喜性命，为福不为禄，气必处处，伫心经内底，伊甲咱讲，咱人了即个目睭、眼、耳、口了后，咱即个目睭，咱的心就往外口去看，产生了味、色、声、香、味、触、法，而产生了咱的喜怒哀乐哀恶欲，咱的情欲，咱有真敏感的即个感觉，虽然袂歹来讲，但是咱往往受到环境，甲咱引诱，互咱不由自主当中去染了即个歹的习性。比如讲，咱今仔的中昼，迄个便当，如果准用糙米来讲，用咸鸡菜脯互咱配，咱会感觉安怎？哪会是安尼？哪会这甲伊食哩？咱的心就产生分别对待。但是糙米伊的纤维质真悬，咸鸡菜脯较早食过拢配咸鸡菜脯。阮来讲的时阵讲菜脯剁一个，煎一粒菜脯卵，安尼做蔬菜。蔬菜咱听有无？咱这南部应该拢听有吼。只是时过境迁，无共款而已，但是咱的心内对个变化。所以讲，人性伊讲，咱的本性袂使受到咱的金tiền色甲咱束缚条着。如果若是金tiền色甲咱束缚条着来讲，咱的本性，人是性命为福不为禄。今仔为福就是讲，咱爱去掉咱遮的五音、五味，五音五味，五色，遮的甜、金甜。将这去掉了，将咱外口的浮华去掉了，恢复到咱本性的光明。那爱对咱真理精神上的探讨来充实，互咱的精神光辉得生活，这才是咱真正意义所在。咱对咱人上咱下面后壁搁做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探讨。所以继续民主两者虽因是上界的水提出这个详细的说明，以此来完成心性，较为偏强。研究是亦可见出唯有善有方面，巧妙地挖掘出真实性，亦是由可见民主之智慧。伫这个就是讲民主用这水一直用放下的这个向下流水的这个特性来表示，这是讲咱人的本性，这一定是照原则，爱咱来照其入理，来照常来看相。所以咱过来探讨就讲伫这个太上老君以及咱这个老祖空无主。拢安尼讲，伊讲上善用水利万物，水利万物，而不将处众人之所恶，其己见的道。太上老君安尼讲，咱明主嘛甲咱赞叹。太上老君伊讲水这项物件足好的，伊对万事万物拢有真大的帮助，但是伊拢屈真下，屈真低，伊当利益着万物。咱若看孔子传一开始的时阵，孔老
辅助伊拢嘛会甲咱赞叹。伊讲即个水川流不息伊会当滋润万物，化育万物常常伊讲不足价，即敢若有道共款。水呢，伊川流不息，而且伊万物，伊嘛敢若电共款，普及一切利益，普及一切生活。而且水呢，伊不论是你高山无海，伊拢处置海盐，伊嘛敢若是共款。水伊一定往下流，而且伊有形无状，伊随风就移。今仔你用啥物容器来甲装来讲，伊就展现啥物形出来。伊嘛敢若讲伊而且伊有信是我上是用书的主宰着即个灵异内力，伊兼通四端兼万仙，所以伊嘛敢若有理。所以即个亲像高山来讲，伊本源伊冲下，即嘛敢若有用。而且水本体思想不变，拄着即个真寒来讲，甲冷冻成冰；阵拄着热来讲，伊蒸发成气体。即嘛敢若讲有气款。水洗净万物，伊本质永远未变，即嘛是敢若热共款。所以有主以空无主，以水的即个特性来比喻咱人，敢若咱人，所以咱命无主，伊嘛安尼甲咱比喻，这实在是很恰当。讲咱人的本性，佮敢若水共款，一定往下流，敢若讲咱人的本性，一定是向上共款的意思。下面命主以千年人生，虽有善恶之表态，连人人自觉要求为善为先，这才是人的真实本性。人性唯有不善有余，水唯有不下。即个答案来讲，所以水的特性呢，就是向下。如果不加外力的干扰，水流自然向下，连之所以向上流，乃因外力的压力是水流的自然。人性也是如此，人的威恶也是人的本性，只要能随顺人性，自然天然性高。命主一处再处肯定人性本善，本来有足仁义道德。人之所以有恶心恶行，乃因为民卖良心所致。一旦不秉之力消解，自然能天善道德仁义，而且是天然的有生活，因为你自有的，你是本自有足的。而且水流的特性是向下咱人的本性，如果准讲无去，因为伊头讲有讲水并无准，伊讲水一定向下流，敢若讲咱人的本性一定向上共款，但是今仔日准咱来讲，用激加拍落去，激力迫击，伊喷起来，这是外口的这个环境，或者是讲咱甲激力半山腰，这是外口的大势力喷共款。但是敢若咱人共款，咱人准讲受着外口的歹环境影响，咱若交着歹朋友，甲咱谈做歹，这是外口歹的因缘，迄毋是水的本性。今仔日咱准讲原来求着道了，时常来听闻真理，会当牵发出咱的良心本性出来讲，经过评书甲咱指点，咱人性发出人性光辉，那安尼。咱人性的本性一定是向善的，迄就是讲外口的形容出来。当当咱了解了，咱会当不为外口的引诱，咱的道心道念真坚固，袂去受着外口的引诱。所以，咱大经内底伊嘛爱讲菩提自性，世人本自有之，只言心灵不能自我，属假性大善地性方面，殊多见性。做书伊嘛咧甲咱讲，今仔日咱如果若即种因缘来讲，名师甲咱指点，当显发出咱即点的善心出来。所以伫《弥勒经》内底，伊慢慢来甲咱讲，伊讲老
劳酸益马念无声，修听邪人无说话，劳酸益马念无声。这什么意思？就大家体会是讲，修听无人，邪人无说话。这个邪人应该是咱这个精神，咱的欲望、乌说话，唔好去到咱的这个欲望所甲咱牵去。劳酸益马念无声，时时就把持着咱这个正念，唔好互咱的心高一马，甲咱牵去落路线。千万就咱的用心真主人来做主。明主即依处在处肯定，人性本善，本来富足，人义道德，人心所有恶心恶行，那由于人卖良心所致。这头已经念过如果准来讲，这个外口的应用消解技术，当展现出咱的良心本性出来，这用一个故事来图，可能较会当体会到。怀中上师。伊要去拜惠安国师的时阵，惠安国师甲讲：你去做客拜惠宁祖师遐，伊的法门较来较铁，你去遐参学真理。结果伊去惠宁祖师遐，伊就去参拜祖师，甲祖师顶礼。祖师讲：你拄倒位来？惠阳上师、惠宁上师、怀阳上师讲：祖师慈悲，我拄上山来。什么物件？迄个祖师就讲，什么物件安怎来？怀阳上师来讲，祖师慈悲，若讲物件，就无下着即个真理。伊的意思是安尼讲，说出一文一不着。若讲物件就好，若是讲物件有形有相，安尼就无下着即个真如本体之心，迄就无下。祖师就来讲，凡可修行无。伊讲还阁修行来正心，白羊上师伊就来讲，祖师慈悲，修行则不无，无量则不定。伊的意思是讲，如果阵还阁需要修行来讲，那安尼，迄就无下着咱即点的真如本心。如果来去有了着来讲，那安尼，迄就无所定啊。所以。祖师甲讲，好，你即点的本心体会着，甲当即点的本心来讲，祖师代祖师拢是你顾即点、传即点不离了的本心，你体会安尼，我体会嘛是安尼。所以人性本善，道心本有。如果准来讲，扩充即个本性来讲，就会当有所成就。咱就讲即个成佛。上好的办法，就是讲，咱莫去污染着咱这个本心，咱嘛会记哩一个上师伊讲，道本不用心，但切莫污染，但切莫污染。咱莫去污染着，但是咱污染着真紧。迄2、3岁囡仔开始会晓食糖仔了后，本来真单纯。咱个本拢会当互咱，比如讲咱今日咱学校的囡仔较早3、4岁时阵带去互带，伫厝诶咱3个囡仔分糖仔拢爱照分，结果咱迄个囡仔3岁尔去互带，时间5点到尔，紧到即个到尾摕着伫门口等咱去做，等咱去甲带转来，结果手佫摕一包糖仔，摕一包糖仔尔，转来讲要分互阿姊阿兄伊，毋嘛哦，去互烧着尔，毋嘛哦，迄袂卖遐，足简单诶。咱兄弟姊妹要污染本身足简单诶，受着环境也是污染，足简单污染。所以咱爱修无，就是爱修。所以咱就来讲。我有甲咱报告讲，咱的根定性，往往会受到遮个力量，外口的力量甲咱力量去。你楞严经吼，楞严经内底用安尼甲咱讲，伊讲坚定脱量，实无所言；坚定无体，实成圆空。遮拢是空的，拢是因缘的一个
加回迄元气性风，哦，这拢无学实际。咱伫关注心经内底伊嘛安尼甲咱讲，伊讲关注在菩萨，行深发这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本来就是空性，文殊菩萨在不可思议慧境界内底，伊安尼甲咱比喻讲，这个五蕴，伊讲色亲像自缘自缘，哦，聚沫，这个聚沫，就看到讲，咱伫姊妹啊，较早咱咧装开的时候，大鼎姊妹，啊，迄妹就滚的时候，拢规微波共款，啊，迄水潭糊糊呛过来，啊，迄边啊，拢做一迄个泡，迄个寂寞，咱色，咱所看的一体的形式，就亲像迄个寂寞共款，自缘共款，吼，啊，但是咱甲拉者，遐个泡拢无起来，色亲像浮泡共款，迄泡安尼，顶流水流到尾也无起来，咱所感受的嘛是共款无起来。今仔咱只听经闻法，啊，当咱诵深入耳，耳传心，心悟一明了无碍，怀并洞彻频频为。今仔咱体会咱遮内涵的时候，咱了解了后，感受着了，办煞了，遮个因缘拢无起来。少问，即摆遮侪人是开班，当班煞了，回来底，这工还阁算开班，有等还阁在还阁有开班无？无讲书无班完，算开班，无算开班。迄个时间是会煞起来，哦，色受想，咱的想就亲像即个用阳焰哦，咱若去伫即个无余路顶头哦，看到一丝迄敢若气流迄个时无，迄敢若阳焰共款，色受想，咱的想安尼亲像迄个阳焰共款，咱头干领人讲地球1点钟当1000万公里，即个想我一个念头一动念尔，拍109800公里，迄个念头，迄个想像阳焰共款，迄是足紧的，迄无实在，马上就消失。哦，色受想行论，亲像讲即个芭蕉共款，哪变，八到尾啊，拢空的色，事如幻化，人生敢做梦共款，即个如幻如化哦，无实在，所以以上拢是讲即个无实在。但是咱一旦从咱的性来讲，当来成就咱本性的用力，这是咱本来就吼。下面咱继续来探讨。各自愿，生之为性；命自愿，生之为性，又得之为悲矣。愿言别有之悲，又别说之悲。别说之悲，又别欲之悲，愿言来言者，劝之性，有牛之性，牛之性，有人之性矣。伫即个各注意讲，咱的生之为性，咱腰百寒热美歹喜恶恩爱情仇，这一般的即个直接的生的本源，生活生命的本源叫做性。命主甲讲，生之为性，咱把这个生命本源叫做性。哪咧讲起来，一切白色的物件叫做白咯。开始，伊搁过一个陷阱，要互各主来跳，吼，所以各主来讲是这个命主就甲问讲，别有之悲，也犹如别说之悲，别说之悲犹如别欲之悲。各主来讲，言是那么安尼讲起来，言者狗之性，甲牛的性，牛的性甲人的性拢共款咯。结果并不主安尼讲呢，各主无以好回答，无法度甲回答。咱来甲看，下面咱来甲看各主之因性论主张，不论是仁义道德外在说。即是人性有分的善恶，因性之就，因性
直接讲咱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论是人遇到电外在，或者是讲部分的成不成，都是咱直接流露出来。咱头讲咱腰腰板热温爱情绪，直接感觉，即个心情是，这是各自的一个讲法。拄咱人生是本源语言人生，必然因是属于实验生命的论点，而人的实验生命依格活动。当然难以说明人性本身，且是相当复应于各自理论。人性部分的成不成，然而又如何由人现实检定并注入呈现论呢？因为咱个人的生活的种种环境无共款，所受的教育无共款，流露出来也拢无共款，所以真歹讲咱人的即个本性成不成，这是各自的一个讲法。咱下面咱来看讲命主安怎来甲反驳。其实命主各自之论是基于不同赞助语言，各自是基于实验生命语言，命主则是基于应验三民语言。人人本具道德性，如若只将实验生命理论人性，则无法度证明人性的本意义。伫遮讲命主，伊是讲应验生命来讲，各自来讲是实验生命来讲，但是讲这加这文字法则可能咱会歹体会到。咱下面从命主的一句话等下用命主一句话，可能较会当体会到这个实验生命甲应验生命，等下再来参考李明主之对治洞见潜在科学点明人生存在的事情意义，乃因人人本自富足道德心性，足以感应应天。诚然，人生生命已经包含实验生命、应验生命、人生生命。包含了实验生命与应验生命，然而人性的庄严却是奠基于道德心性之本自富足的人性，这是命主的伊各自辩论的重点所在。这个咱来甲探讨就讲，这个实验生命甲应验生命，这个咱就引用这毋是老前人分析的，这是就一个体会，叫命主精神显24章伊安尼讲，伊讲命主口之美也，目之色也，耳之声也，鼻之嗅也，四肢之安宁也，性也有灵焉，君主不为性也，人之父主也，义之君臣也，礼之民主也，地之贤者也，圣人之天道也，名也。有成焉，君主不为名也。一句话意思就是讲，命主讲，咱人追求于好食，目睭追求于较好看，耳孔嘛追求于好听，鼻孔嘛想要闻芬芳的味，四肢嘛想要过着真安逸、真快乐的这个生活，这是性也。但是这是啥物话？咱人的精神，咱人身躯想要享受这个肉体安尼甜景，但是这有命，各人所有的命共款，这未必然当得入着。君主不为性也，这一句话伊安尼讲，命主伊佫甲咱讲，有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有义道也，有之外在也。今仔日伫3月份进前，留学一个月趁差不多6万块，结果留学从来无甲趁这6万块，想讲咱好好来拍拼，6一年尔，20年的时间过去啊，若咪想讲要来拍拼，若咪想讲要来成功入籍，要来办一个动物节，时间足紧就过，留学这6万块卖下，好做中来食，有来头。